两个老板这是很不大敢吃，但是他也吃。这叫赵人蛋，如把猪。我家就是在老家最出名的地方呢。就那是我家这个是哪里认得了吧？马扎，对。我只叫贵哦。贵是些哪里人哦？但这里是老杂友啊。啊，你们来嘞？贡啊！贡呀！人家单独给药给。啊，进来了。吃的点点，这个不干了。贡鸡。我会那为了那个菜了呗。你会有把握嘞？也你放心。有。对呢，我菜了呗呢。怕的是交钱。就只会他做嘛。看这些动作，我不就酒气就好了。见了呀，贡。媳妇喝不喝？不喝。见了呀，干锅。干锅老。干锅老。那个啥？见了呀，干弄崩，干冻。牛子。这个只要做这个要香肠吧？香肠这弄包括牛子。牛顶盖。牛顶盖，牛波顶盖。牛波顶盖。这里没种卖鸡呀，爱牛。我听说啊，禽流感，所以干了事情上，所以市场上没得卖的。那自己弄了。想弄好自己弄了。哎呦，来到你家，我刚才主人我倒酒了。哎呀，你要倒酒喝了嘛？不累。你不倒酒，你这个拿这个来，这个倒酒你还想喝？这个你想喝你就。拿这个去炒好那个。少点吧。不能，直接干活。放这个呢，放在上面。好。好，叫了呢。小张喝不喝？他喝不喝？喝小点吧。喝小点没有吃。没事。小崽子。他没喝。到时候你还是让他吃了吧。没喝。你们怎么不哎？胃病。我高血压。我这记得是睡觉是个必干。别干嘛。我这别记得了，我靠。记得是必干。那你们吃是不是还弄？闹。好酒。你干干闹啊，干啥什么？弄一下什么？也闹狗，也闹。那个鸡闹高噻。也闹狗，也闹俺。改成呢？改成弄的些不好吃一吃哈，味道小合不合口味？合，随便哈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家乡了嘛，辣椒是秦国是出名的，就是切白辣。你嘛那这好，那包子包的都清楚了。就是嘛，就是叫切白辣。我那个姓的了嘛，我那个姓的。我想叫切白姓。你说拿包子包辣子面就是在满过去了。你包了，你倒出来，一滴还有层油。对。那就是。对，就是那个辣子好吃。那就是切白辣。随便哈。随便。那够。哎呦，那个给呀。那够。几点？没好黏，这个做老没好吃。好吃。你要发现这个是按牛打到去打死啊，摔到起来。我自己来。这活牛打还没死就才去把它刮呢。造年牛啊。梗牛了嘛。梗牛啊。等下放到山上，它就摔下来嘞。很够呀，谢谢。我就动胯子。哎呀，我们又说了嘛。是弄到别处大哥。没得事。我领导，一直来给弄弄内呀。菜稳了。那就拿。菜稳了那就放吃。也把给我们过洗啊。这个糟的。有盐没得？这个糟了。不干这啊。这个可以是。
可以啊，没也把不够的咱俩吃。好 ，Thank you。 Thank you。随便哈，这个。我做。弄啊，不能。那哎，吃了干嘛？贵州苗黄吗？我是贵州黄片叫啥的？拿苗花家？苗啥？你拿苗花家？你是苗黄。好。别谈论你滚个到那啊。我的名字是苗族的小名叫什么？然后汉族的那个名字是叫什么？好，古老再有，我叫卡亮、西龙、熊二饼呢。弄记着了。叫你喊的嘛？叫你喊。我叫卡亮、西龙、熊二饼呢。我姓潘，那个老麦，潘老麦。手上面落了哈，面精神落，别喊哈。我讲意思，我是开年环评崇安焦山的人，我姓潘，我喊潘老麦，希望你们以后来我们经常走。就是这个意思，翻译过来。你喊的你要贵州黄平县教所啊。中安镇教所的宝，你多难，你都没花谈了嘛，嘎，你都没花谈了嘛，你都没说话谈没修，对，我找你多难呐，你多当然你多难当天我是。我办你了嘛。你喊的要喊的了嘛，就是来家路还走着，还到那的用些还我多饱了，叫梦鸟呢。大弟，他说很高兴来到我们苗家，来到你家，你热情的款待。哎呀，用些很到那一波菜了呢。很高兴，很荣幸跟你吃一顿饭。这，就那天多做梦得吃点呢。这一次高兴，很高兴来到我们苗家地盘，来到我们苗家你家吃一顿饭。头嘛那得老还是热闹的多做的包的。梦得吃容易家。在很久以前，只听见一老祖公传下来的历史古话，说是我们苗家在贵州云南这一带，今天他们真的来到了。终于来到。对。好香好。你们看黄瓜说近了，你们不要着急。你这个高速公路好走。我晓得，一看他两个是美国的苗族不收钱。就是啊，你两个那个要钱。我两个要钱呢，一看他年轻人，他的是钱票。钱票啊。我一看我的是老官老头了，要收半票。哎呀，他们两个直接免费。直接免费。不敢吃这个。干，他们在闹拱。你那个几个狗，你那个几个闹拱啊？你们喊狗？狗。那么你们喊狗？人钓上。一年最少了到了。北海公。公还狗。狗。这个还医疗的是牛肉。按牛，么子可哈，叫那里回家。那么的。弄小香，我那个吃饱饱。弄小香，吃饱饱。到了。那要少点。要你真的要这么双高，要么双高真远嘛哇，真老个只脑浆嘛，那这个还让着咋呢？慢慢洗，有盐巴，慢慢洗。有盐没有？慢慢洗。有盐没得？我讲够盐没有？盐够没有啊？够没够盐？我问你们够没够盐？你们喊盐是喊那喊洗
西香肠啊，是人是都是别混鸡，这西啊，这西，然后西，别混鸡。你放心的吃，这是路上食品。这个没事啊，我这是活牛我啊。张先生都那要你这家呢交给他们杀，你这家闹事。家里的牛呢要打打，打到去嘛了。的要打打嘛，吃到多嘛，就没得多了嘛。到牛但是交给牛这个是喂饲料的，最好吃这个，这是吃草的。讲到狐狸家牛子，高，你说这你喊这个是喊呢？我是野肉。这个是苗黄香肠啊，苗黄中香肠，我们也看香肠嘞。调的噻，调的去。调没有？人家喊话说个，喊话说有香肠，有香肠调的话香肠。香肠的录说了。香肠这个这么录懵了呀？这还你爷就是香肠，你爷香肠小咋很？我老太我都晓得。用自己那么还我都说了。香肠。蛮好吃一吃哈，寡淡的哈。那么好。你来到我们家，把我们别的弄，你得招待你了。哎呦，这那么多的菜。来家我讲了。你吃啥？对的。咱们炒青牛肝。对的。好啊。好一个再做点点。好酒。好酒。好高。很高。很高的是好高，很高。那叫好高。能小很高。农学很高。对，这这样这句话农标准。学很高，那叫好高。对。弄啊，那给好了啊。昨天在飞燕堂，我叫几个老太婆唱情歌给我听，几个老太婆唱啊。现在肯定要唱。然后常常都说：“哎呀，你也要唱你们的情歌给我听。”我就唱给他们听。唱这歌我老太太们。我就记得我先听，就是老家年了。那知道。都吃水果啊。老家年咯。老家年咯，吃水果。别闹震荡。我在闹震荡。好吃。好吃。你们吃嘛？好酒。这个我们都是吃的了嘛。你把看，我老在有让远的路来，我还拿来摆样子。是不是嘛？他说是他家，他别说是你家。对呀。他自己说是他家，我也看我老家有点，我是我家，他自己想着说。对呀，我们战友之间很紧致，控制不到。那我就这样控制，我就用口袋来。但是我生活也没好了，他肺里面发了嘛。这两年农村城市的生活基本上是这样啦。现在基本上。你想我们小时候一年都不得吃2次肉。对的。你现在呢？那时候我当兵的时候，家里面很苦的。家里很苦。真的太苦。但是到了这种年代呢，基本上都有肉的噻。对的。所以你不控制肚子。哎呀，别讲了，我们都是控制不下来了。乱吃他都肥。国家还是要。我们吃饭。少吃点饭。你吃这个肥的人。吃饭。吃饭那么。吃饭要录说。不饱的吃饭要非常能吃。非常能吃。你等像这种小伙要吃5碗饭，你想嘛？你那个肚子不得撑大。对的。但是后来控制饭。慢慢就控制下来。你控制啊，但我控制不到。我吃哪样都香。就是嘛，吃哪样，现在我是吃哪样都香，但是一定的时候一定要控制，就是少把这个肚子吃菜。那嘛。那开始那嘛。那个。
那个那个，我也没好吃吃。弄狗就弄狗呀，俺改的俺改。那干，这干我们是干。之后有点苦啊，那炒腐啊，可惜我不知道的。那会里讲呢，背后干着。是有啊。你们这个总汉这个改牙，改牙，干是长。干是虫啊，牙是这种长的，长的名字，那种干牙，干牙，背后干，叫那种背后干着呢。干着但是被这都干了要地多了。他们那收都收100块钱一斤啊，100块钱一斤啊。一包盐呀，说一两泡。100一斤，100块多一斤。一泡的一包油。那个还一包的，100一斤了。1包一斤。这个便宜，这咱们这卖30、40的单干的。这种便宜。但是这都是专门有人想吃那个啥。没事做，我们叫坡上做的。我们这两代呀，现在这样有啊。我们这个。稻田，是啊，稻田你没给抓的，打狗子是最多了，还是给抓的。我们给抓这个，我们喊逮狗。狗啊，狗，你们喊逮狗。不要，真的不要讨论，在狗，我还比你还我们喊逮狗是一样的，我们那多还到哪？实际上。你们的话跟我们的话差不多的都一样，差不多。只有时间隔得长的还能。要引调上。有个多人才知道那个路。干着干了呀。地，我们还地。一样的嘛。有。弄地。应该会地。一样的嘛。对，会地。地。不这呀，这主是。看地。你看地，我们还像。边还是一点。路野那个 V。但路那被问地，地不要。地就。那下的。一样的。这。你说的一样的。那我们还 V。也差不多嘛。也的 V。V。也的。靠。路那。靠。那看我这个背背，那有靠。但是都那还都那来。为啥？他因为感觉枫叶上那个边。跟你的是这样，你不是描画了。枫叶上那都没画。这个汉语是这个。山东的我们这边的都不同了，都不同嘛，汉话都不同了。汉语它都不同了，方言上没同啊。不同。搞龙梦。所以，我想在你们这边，新的描述的就是，你们新的是伏地妈妈风水，对噻？这些呢是过去我在部队，很那个，很那个。过去我在部队，你就根据资料给我看过了，我就记下来，就是这个伏地妈妈风水。你们俩。搬家跟你们云南跟我们贵州呢是比较搞得来的。鸡牛节。对，你两个慢慢的宽几点。我走了。我喊来弄下了。弄个。不弄了。我没有多少吃的。对啦，我这个人就是你多少吃的那个？对啦，好了。爸。老是高兴要吃的饭。我把这点肉吃掉的。饭要吃的对吧？我饭吃的。要吃的干我要吃一点，才把酒干住。弄干，弄干那么。我找那找了。 Thank you， 弄干下酒，弄干补酒。他说是，谢谢我吃饱了。煮那个饭哪个吃嘛？那多饭？这个。我来吃的。我来给你给嘛，这个。 Thank you， uncle。
面改了，你们云南的面，云南面好吃的。大爹，口一头的，一头这样的。大爹，他说是 Thank you 安抚。云南的气候问题，云南的面比我们的好吃。哎，我来这边吃还是可以的。没行，我们这个面没好吃。但是要是包谷的话，你们这边的包谷饭可能好吃。你没晓得那个？你该吃过包谷饭啊？吃，我晓得吃。小时候就包谷饭养包谷饭、麦饭，哦，用那个灰、那个麦子来推成面面的，搅在饭里面。把用那包谷推成面面，搅在饭里头。你还没吃过豌豆饭？我还吃过豌豆饭。豌豆饭？豌豆啊，我们才不是对，你都忘记啊。最不好吃啊！那个面条的，啊，我有个腥气，腥气大得很。我吃点饭陪你。好。这老讨厌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是一条床上长大的啊！不要世界上太长住啊！说明还很有缘分的嘛。我老太太没送走的，我老太太今年6天，今天你们在这玩天，玩天我带你们去玩。哎呀，就是他们的时间关系了。没有，我带你们去啊，带你们去冷平高头也好玩得很。啊，冷平高头开发，我们这准备开发了，好玩嘛，对吧？所以就是他们的时间关系。没有法跟你们，不应该把票买早了哇！他们在美国就买好了。哎呀！这只是5月3号了，参加这个节日以后，金牛节以后就通了嘛？是不是还是不是？一票通了，这是规定时间的。如果你不去，那这个票作废啊！你要重新买。到时候就按照就是说，很有缘分，我们两个。啊，我讲那就会。像你啊，这是女婿哈。古海咁样真的对。你在美国，你应该找下我嘛。我给你讲的翻译说呢。来。我们这里古龙华明县里有个喊做杨长文，在美国专门唱苗歌。杨胜文。这个在美国，两弟兄都在美国。杨胜文、杨长文。有个杨胜文。他家兄弟还杨小还杨生那样，他3弟兄，这个有个不晓得是在哪个国家，专门在唱苗歌。你要打，在美国。你把你个路阿边路上那么一路上某一条蒙个地蒙和杨生文，你要点那个和个蒙斯。阿古地都没干了。多少是我们这里的苗出国手了，红光蒙色，杨学文，杨学文，杨学文，在美国，这个在美国改了，不改啊，五个。你想中说已经在这里，等那个等放在网上，不人一听说他就会。他就认得了。好。被踏入人家阴阳红了。他说黄平古龙的。黄平古龙，叫你黄平古龙。黄平古龙。古龙，黄平古龙。都绕的。绕的 OK。个还有那的，我教的那不太干很呢。细细腻腻。吃顿饭香得很，咱们吃饱得很。那是你夸奖了。都7000多呢，但现在只拿5000多嘛。没了，我就包完饭，谢谢了，啊。谢谢。对不起，管的好不好吃啊？你这个说哪点的话我们最好吃的等了来你。我们是家头人，不讲些。是啊，他一直呢都说口教我，在上面说就口教就想到了。月嘛，说是读书去了。